我猜啊，郑哥肯定也想知道嫂子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夏姐说你得表示表示啊，夏姐。来说一个，说一个。蒋正涵呢，他的这个第一印象比较复杂。骗子。好，学渣。啊，对对对。守财奴。好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你跟着我干嘛？这路是我回家的路，我不能来吗？哦，那么巧啊。那再见。哎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起开！起开！干嘛？擦擦你的脸，干嘛？车我帮你修好了，还叫我随什么？耳聪目明神。帮你修自行车，加上纸巾，一共15块2毛，给钱吧。你是掉钱眼里了吗？2毛钱你也要算？大小姐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那好，这样你把校服钱给我，我就马上把钱给你。你干嘛？走了干嘛？拜拜。你不能走，哎，把校服钱给我。你等一下。我。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？你把校服钱给我，我转头就走，多看你一眼算我输。没有。